自2026年1月22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伫生活中持守圣洁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《申命记》14章第1节到21节。现代台语版圣经《申命记》第14章。恁是上主，恁的上帝的子民，毋通为着世人挂上家己的身躯，也是头遐剃光光。因为恁是归属上主，恁的上帝圣洁的子民。上主有对地上万民的中间拣选恁，做伊特别的子民。所有通厌恶的物，恁拢毋通食。下面是恁通食的精生、牛、绵羊、山羊、鹿、羚羊、赤鹿、野山羊、麋鹿、赤羊、姜仔。所有分地佮翻草的精生，恁拢通食。毋过，简单有翻草，也是简单有分地的精生，恁毋通食，就是骆驼、兔仔、石番，因为因有翻草无分地，对恁是无清气。猪有分地，毋过无翻草，对恁嘛是无清气。这个动物的肉，恁毋通食，因的尸体嘛毋通摸。水中有鳍有鳞的，恁拢通食。所有无鳍无鳞的，恁毋通食，因为因对恁是无清气。清气的鸟，恁拢通食。毋通食的是鹰、鸮、雕、鼹、小鹰、麻雀甲伊的类，乌仔甲伊的类，盗鸟、夜鹰、鱼鹰、雏鹰甲伊的类，暗光鸟、孤黄、猫头鹰、鹈鹕、臭头鹰、鸕鹚、鹤、白灵狮甲伊的类，地价鸟甲蜜蜂。所有色佮为蛇的，对恁是无清气，恁毋通食。毋过为白佮清气的，恁拢通食，因为恁是归伫上主恁的上帝圣洁的子民。毋通用山羊母的奶煮伊的囝。自然死的动物，恁拢毋通食，毋过通互恁城内寄居的人食，也是卖互外族人。伫生活中持守圣洁。今仔日的经文，除了讲到禁止异族的丧仪习俗以外，其余焦点集中伫上帝吩咐以色列人毋通食的物件，包括无洁净的动物、鱼类、鸟类、虫拖，也毋通食自然死去的动物。经文中甲地上、水中、空中的生物，按照因的外观也是习性详细列出，互人容易分辨这个生物洁净啊无。摩西对以色列人讲：因为恁是归属上主，恁的上帝圣洁的子民，上主有对地上万民的中间拣选恁，做伊特别的子民。所以饮食洁净的根本意义在伫分别为圣的生活。这句话是规章的核心。上帝吩咐即将进入迦南地的子民，伫饮食生活上必须甲外族人有分别。
对饮食的选择顶面呈现以色列人也是受分别出来，搁伫生活上表达对上帝命令的顺服。捌听过有人用现代卫生观念做出发诠释这段经文，论述无洁净的食物会妨碍身躯健康，譬如讲，某一寡海产有加寄生虫，容易致病；莫食自然死去的动物，通避免感染。我认为无需要另外做强加解释，因为以色列人拒绝食无洁净之物，就是单纯尊崇上帝的话语，见证因是属于上帝的神圣子民。近年来，台湾有一寡基督徒开始学习犹太文化的洁净饮食，譬如讲无食猪肉、部分的海产甲血制的物件，甚至选用符合犹太饮食戒律的食物。因希望透过安尼的生活饮食，遵行上帝教导的话语。安尼的做法伫信仰上有正面价值，就是互信仰落实伫生活中，互每一顿的饮食选择拢成做遵行上帝话语和敬拜上帝的一部分。总是咱也着谨慎，无应该甲外在的饮食行为看做是纯然的属灵作为。保罗伫罗马书14章讲，毋通因为食物破坏上帝的工作，也提醒咱毋通因为食物去论断兄弟姊妹。若咱甲洁净饮食看做是追求属灵优越的表现，甚至批评无遵守的人无够圣洁，安尼的做法会步入律法主义，也会引起纷争。遵守某一寡饮食规条，通看做是个人追求属灵性命的操练。尊重搁莫妄加论断，才是合宜的诚实态度。基督福音的核心是耶稣被钉十字架牺牲所成就的恩典，毋是靠人严守律法的行为。人若甲注意力过度放伫饮食规条顶面，误以为通照着口约修持来成做得救的条件，那安尼就会落入律法主义。饮食的根本之道，毋是有食还是无食啥物，实在伫人是毋是愿意伫生活中分别为圣。今日咱免用靠律法称义，但是犹原通对律法中学习顺服甲圣洁的精神，伫日常生活的言语、人际关系、工作和金钱的使用上，拢成做属灵操练的场域，活出圣洁的性命，成做上帝国的子民。默想，洁净饮食虽然通看做是信仰操练的一部分，但是追求圣洁的性命才是信仰的重点。洁净饮食虽然通看做是信仰操练的一部分，但是追求圣洁的性命才是信仰的重点。咱来祈祷，亲爱的天父，求你赐我敬畏的心，除了追求外在的洁净，搁还着追求内心的顺服甲纯洁，奉主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